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就是在板桥出生到地的板桥银啊丢哦。从今生，任何人你只要贪污，我绝不抢任何情面，不管你官位的大小，我一律要依法办。那我想这一点呢，我是最有把握做到的。这第二，第三点，全台湾现在呢，我们出来国民党参员，包括到所有的民进党或者白色力量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做过生意，没有一个人赚过1毛钱，没有一个人赚过上1000亿台币。